南昆生代天湖学术研讨会，2023年的是研究签诗哦。以前也有参加过，说我12月份的呢。国际签诗研究学者，新加坡、越南、马来西亚都有。11月18号是那个，还有17、18好像都有。柳营代天院呢办了学术研讨会，中研院李鸿茂院士都来演讲。对，22到24号。保证金500元呢，全程参与者才退还。新营火车站新营客运中一线往双村方向到南昆生。新营这边搭公车还好方便呢。对呀，都想到自己开车。